我今仔日吼会讲到吼，我要用第一人称来讲，我要讲我啊，其实毋是我啦，这是好嘢人。我本来无爱甲恁讲，想讲我若直直讲到尾啊，恁会想讲，伊哪会遐好个啊？毋是我无遐好个。这是我将这三个譬如吼，甲斗做伙，啊写一个故事。我今日就是要讲故互恁听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我一生的故事，我爱讲互恁听。希望恁对我的经验、的学习着一点仔到教示。恁检在感觉恁毋是真好嘢的人，总是恁着知恁所住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富裕的时代。耶稣竟毋是捌讲。互伊较济，就对伊提济；交代伊较济，就对伊要求较济。这是我今仔日要甲恁讲的故事。我要甲恁讲我的故事以前，我想我爱先大先甲恁讲我的身世，我的家庭。我的老爸相当好业，阁有社会地位。伫阮所住的所在。伊不只有影响力，我是伊的大囝，所以我继承不只啊侪财产。我对细汉就受真好的教育，阮爸母真注重我的教育，因请真好的老师来厝内甲阮教，我也常常出外旅行。我真当然接受我的老爸做。阮的时代的议员，有影我实在无啥物汤排员，有钱有势，阁有相当的影响力。我毋敢讲我化水的简单，不过伫阮迄个地方，我若有特别的需要，我去甲人讲，无人敢甲我凊彩。我就是恁知影。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我捌伫耶路撒冷的街头看伊伫遐咧教示人，咧讲道理。我到即摆我嘛毋知影我是安怎无代无志要去找伊。啊，我普通看到伊的时候，我徛远啦。我即个身份的人吼，我袂使伤过随便。新闻记者不时咧看，上惨的是因有时啊，我讲的话，因会甲我曲解。啊！我就真好解说，所以我真注意。我有遮尔济好的条件，总是我实在甲你讲，我感觉真空虚啊！我甲逐摆人看到耶稣，我感觉伊对我真有吸引力。到底是啥物在吸引我嘛毋知。所以有一日，我食好大药啊，我去找伊。老实讲，我去找伊，实在是我屈计我家己去找伊呢。恁知影伊不过是哪使着来一个目光来遮，我的身份哦，我去找伊，是可以进入民主啊呢。不过我是等伊行到较无人的所在，我才活去。我有甲你讲，我咧做议员，我常常有公开对人讲话的机会。我会晓，人嘛讲我真晓讲话。毋过迄日哦，我要去找即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，我想几啊项，当我要甲伊讲啥？我想几啊项，想几啊个互伊讲咧开场白。毋过我拄着伊的时候，我喙真煞无法度转。啊，我干那甲讲，好诶老师啊，我着做安怎做，才会当承受永远我。老实讲。我到即摆嘛毋知我若是安怎问安尼。嘿，我叫伊好诶老师吼，伊阁无要接受呢。伊甲我讲哦，上帝以外无一个好人。了后伊问我讲我有受遮个改变无？我甲伊讲我对细汉就受啊。阮老爸老母真严啊，事实是安尼。我看伊有相信我诶话啦。我嘛看伊出来，伊敢若不只欢
不加欢喜。啊，我想讲，伊大概会甲我教讲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摕到永远来，我着代志着煞。我咧甲伊讲话时吼，我有看到，伊直直注意我穿的衫，即拢真好的衫，伊拢一直直看。啊，搁吼，搁一直看我的钱袋啊，我钱是济无偌济啦，毋过伊着直直看我穿的衫甲我的钱袋啊。啊，你敢知伊甲我讲啥？伊甲我讲吼，你还欠一项，去卖你所有的，得到的钱分互送两项。啊，你天顶就有财宝，啊，你搁来对我，我听一个吼，我哪真叫你讲讲着呢？我真正无法度通相信讲，有人竟然敢甲人要求一安尼。我本来是甲伊交换意见啦，定。我有这个地位的人，我已经互真有面子啊！啊，伊遮尔无顾情面呢，做这个要求，我想吼，敢若神经失常的人才会敢咁要求安尼啦。有影，我想伊是神经失常。毋过吼，我爱承认者，神经失常的人袂晓讲伊迄款的假事，嘛袂晓像伊遐听人。我知伊毋是要爱叫我卖物件钱摕去互伊，遐个军队伊个人拢无伫注重物质生活。因甲我所读会具约遐个先知所讲的真相款，都爱真济所用人。迄个耶稣叫我去卖所有一切，无叫我摕钱互伊，伊叫我分互善车人。我即马才看会出来。伊毋是只有爱我成做一个较好的人，伊是要爱我得到救。当然，迄个时阵我毋知啦。啊，恁拢知我离开，我袂当接受伊即款的要求，伤过分啦。我要离开的时候，老实讲，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实在真毋茫讲，伊看甲叫我转来袂？转来吼，咱来讲价啦。有你一半一半好无？啊是1/3，2/3，无呢？伊拢总无要妥协，就是安尼做，真无理嘛！你敢无安尼想？啊，我离开了，我听伊伫后壁咧讲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啊困难，骆驼穿过江边。嘛比好野人入上帝国较简单。我听着实在心肝真艰苦。离开了后，我老实讲，我迄个空虚的感觉吼，搁较严重。毋过吼，迄实在讲，一日仔就过啊啦。我转去厝会听着阮兜遐钱的银角啊，甲迄沓安尼银票吼。我老实讲，我连伊都甲放互袂记个，莫想好了了啦，莫想好了了。我进入中年，事业真顺利，我伫迄个政府的工作，实在讲也无啥物偌济代志啦。若有代志叫我去，去一个就好啊。所以我时间真济。恁知影我创啥？我吼去买一个农地，我无家己做啦，我无家己做，我请一个经理来经营。农地互因经营，甲实在是足顺利的啦。阮安尼收成好的时，我就留咧，放咧仓库，等价销较好，才佫摕出去卖，所以我趁真侪钱。差不多几年，我的资产就增加要1倍。阮拢请迄个非法移民，迄个袂使带遮迄个人吼，叫伊来，迄较俗。阮用阮的生产品控制市场的价销。总讲一句啦，我愈来愈好行，伫社会愈受人尊敬。我拄仔有甲恁讲。
我甲耶稣的对话吼，我若莫想就好了了。其实我无法度讲拢无去想啦。我有时会想讲，我迄阵若听伊的话，照伊所讲的去做，真正袂我所话，分互送养人搁去对伊，即嘛毋知安怎。伊讲我是拢伫暗时要困的时，我会安尼想啦。总是我嘛是知影，莫想较好啦。当然无人敢对我要求亲像伊安尼啦。我甲我的朋友做阵，阮大家拢生意人，阮做阵的时，阮拢伫讲生意。阮的看法真相反。阮有趁钱，这是阮的本点。阮拍拼的结果，遐个善车人，因会善车，迄甲因的财力有关系啦。搁一项啦，话真面单啦。你知影，一份努力，一份修行，即句话，人生本来就是安尼。当然啦，当然，政府的财政的政策，特别是税法，会影响阮。所以我积极去参加议会，伫遐制定法规。当然，阮拢想办法对阮有利。总讲一句，伫即款制度的下面哦，阮绝对袂输啦，阮袂了钱啊。耶稣对我提起的代志，当然无人会对我提起啦。伫阮的会堂，伫阮的会堂，嘛无人敢讲这样代志啦。我想我是算不加敬虔啊啦。我吼一个月差不多3个安息日拢有去礼拜。我对圣经不加熟啦，因为我对细汉就在读圣经啊。圣经中遐个角色，我上爱所罗门王。我爱伊吼，会当遐好嘢，上帝阁遐听的，真正真厉害。遐个先知的教示吼，讲着爱真济颂扬人，着爱讲伊即个代志吼，听听咧就好啦，无可能实行啦。恁知迄个该问吼，阿东迄个囝该问啊，伊问我替我问一个足好的问题，我敢是伫照顾我兄弟的人少？日头车的呀，虽然顾性命，我伫礼拜迄个会堂的列比吼，毋敢讲着出敏感的问题啦。伊知影伊的薪水大半对倒来。我讲安尼，恁知影我的意思啦吼。我无属迄个会堂，迄个会堂上过。我敢有甲恁讲，我无住伫农场，我伫市区市外买一个山轮啊，我伫遐起一间厝。因为规个山轮啊呢，所以我吼伫遐规个用做围墙甲围起来。我搁设计一个铁门足大个，安尼靠来我，咱要出入，我嘛较知影啥人来个。因我的身份哦，我的人客拢是有头面的人啦，总是吼一项真大真危险的代志哦。伫我的门口吼，不时坐一个乞食伫啊，规身躯生粒啊，坐到遐。大家，我嘛毋知伊是安怎要经迄个所在坐。有几来摆，我叫我的请的提钱，互叫伊走，伊毋走就是毋走。伊坐迄个所在拄啊是工地啦，所以我无法度。逐摆若有人客来吼，伊伫遐吼，我着为着伊甲人客袂失礼安尼。有一个时阵哦，我若有同情伊啦，我摕食物互伊。因毋知安怎，无偌久吼，全市的乞食拢来阮遐要甲我讨啦，规个拢乞食来徛到我的门口，我要安怎阁互因啦？所以我就甲停起来啊。
尾有人甲我讲，伊的名做叶山路啦。啊，我逐日对遐过吼，坦白讲吼，我根本就无注意伊，无咧看伊有伫遐无，伊的存在已经甲我无关系。我继续经营我的事业，啊，我甲家己讲吼，若趁有够就要来退休。总是吼，恁知影啦，世间无迄个做趁有够迄日啊，钱愈趁愈济，拢想要趁较济，这是人的贪心。我知影，我着爱听人言物件，总是我较常是利用人去摕我爱的物件。我是爱物件，利用人。我知影，我的私欲，我的欲望愈来愈悬。农场收成真好，我拄着一个问题，仓库伤细间啦，物件无底下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拆起来去，拆起来去。啊，我才有所在通徛。啊，若无吼，无当徛，啊，我摕出去卖，啊，拢俗俗啊卖，啊，就佫无趁钱。所以我叫我下骹人去设计，互因了创迄个设计图来我看了真欢喜，真满意啊！啊，我真感谢上帝啦，互我赚大钱。啊，我甲家己讲，哦，你已经积聚足济财物啊，有够通用足济尔啦。对当开始吼，你清闲啊啦，你会使啉、食、享受。迄暗暝我去困吼，都无啥物代志。总是我伫困的时候，我忽然听到一个声，真大声，甲我讲：恶人啊，今暝要收你的性命，你所积聚的一切，要留给什么人？我毋捌人叫我恶人呢，啥人敢叫我恶人？我拄想要盖墙，忽然间感觉规身躯无力。上帝真正收我的性命呢。隔日，阮遐的报纸拢写我忽然间过身的代志，当然拢讲好话啦。写讲我的过身是社会国家的损失咯。有啦，有人真伤悲啦吼。毋过大半的人较有趣味是讲，啊，等伊的遗产是偌济，啊，伊即么留互什么人？大家敢若咧要紧下啦。啊，我咧，我伫阴间咧受苦。我行捌看伫天顶去咧吼，我看到迄个去食粒蒜好一粒啊。伫后尾咱来隔壁，爱当啥死我都毋知，拢无人甲我讲。啊，伊生前拢毋捌去会堂做礼拜，啊毋捌咧献金，啊即摆我伫遮伊伫遐，啊哪有即个代志？我足水大啦，伫迄火热的所在，我足水大，所以我拜托后尾人讲，你拜托。迄落叶山路啦，我嘛要摕物件互食咧吼，拜托伊烫一点仔水我啦。后尾来阮讲有亲缘伫咱的中间，阮袂当去你遐，你嘛袂当来阮遮。啊，我吼，迄个时阵吼，我真正感觉无上条的路，带到无上条的无相关的所在啦。哦，我去想着我有兄弟啊，因若莫像我安尼，因就免来遮受苦啊。所以我甲后壁人拜托你拜托你叫叶雪路去甲阮遐的兄弟仔讲，后壁来咱真无情，因有先知有摩西的教示，因若毋听，啥人讲的拢无效。我甲后壁人讲。无啦，因拢捌叶雪路啦。若叶雪路对死人种国话去甲伊讲，因就会听啦。
啊，比如讲，因有摩西甲先知，伊坚持即点，耶稣路袂当去。毋过我想倒转来，有影呢？恁信迄个耶稣，我去找迄个耶稣，对死人中国活呢？咱嘛是毋信？真正这是人生，敢毋是？因为我甲你讲，我讲我的故事互恁听哦，拄拄是亲像我爱我的兄弟仔受苦干，迄个心情啦。贪心、野心、竞争，是我逐日的生活方式。啊，即款生活方式，互一寡甲我共个做生意有心的人，因用手段将即款因家己的私心制度化，所以阮所做的代志，毋若合理化，佫拢合法。所以好业人愈好业，善车人愈善车。世间免哪有好变？请恁毋通想讲，我是因为好业才来阴间。孽善路嘛，毋是因为伊做乞食才去后壁来安尼啊，毋是。迄个原因是因真正的原因，我即嘛知，是我甲伊的中间的关系。我真好业，伊真善车，我会当帮衬你，我有机会通帮衬你，我不爱做。我毋若安尼，我阁利用政治的法度去剥削因遮的善车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。恁的世界还阁有真侪孽善路伫咧，因的存在毋是要互恁感觉犯罪，互恁有犯罪感。恁的确毋通想讲，遮个人是恁所爱解决的难题，因毋是难题。我即马才知影宋乡人的存在，毋若甲咱的社会制度、经济结构有关系，对咱的信仰原来是一个挑战。因这宋乡人甲上帝国有关联，因的存在，互咱看见咱的社会、咱的世界的残忍，甲人性的邪恶。上帝伫历史的中间，常常是徛伫受困着、受压制遐个人迄边。恁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卡巴尔，伊讲，你毋通想讲上帝袂我一边，上帝咱想讲上帝袂 take side， 上帝拢我伫迄个受压迫的人迄边。上帝常常用善车来改变社会制度，来完成，因为上帝拢甲送用人徛做伙。孽善路无钱无势，总是上帝是伊的后盾。耶稣甲我讲，去卖你所有的，分互送用人。来对我无听，我有机会，总是我失去迄个机会。亲爱的朋友，恁也有机会，请恁毋通恁的耳仔毋听。我咧想讲，我已经住伫山峦仔顶，外口做围墙，我会当将所有人围伫墙内外口。想无到，迄个围墙是为我甲上帝的中间的围墙。我的命运无法度通改变，恁也有机会，毋通硬恁的心。耶稣讲的，互伊较济，就对伊摕较济；交代伊较济，就对伊要求较济。
即句话是真正的代志。咱来先祈祷。今日上帝感谢你，通过阮的主，一个遮尔简单3个譬如，互阮反省。阮知阮的规律，毋是会当影响真济，总是阮恳求你，互阮无袂记得你所交代阮的关怀，遐有需要的人。这个世界有济济人民，有济济为着战争丧失因的爸母、囝儿、因的财产，都爱做难民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无袂记得遮个人，因为因也是你的囝儿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尽阮所会，伫阮有可能的限度的内面，欢喜帮助人，亲像你帮助阮，阮也安尼帮助人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